还干哪一？我中间。是，他们到了公了干谁？邻居店啊，都是这啊，还干哪一？中文不，最近中国人。啊，这是从我从平过来。俺村那个人。这来给了，就是从我到哪里来的？呀，哪里说没干这我这就弄的。哪里你没注意？哇，咱哪里查路说要这个，呀，哪里干的的？不让的是呗？啊，查路是专门要这个。那是西不让的，这个美女送炸弹，长大年的，对嘞，要这是对的。还干哪？哎，鸟的你，鸟肉呢？啊，就还干哪？俺娘让你。鸟肉给查路要这个，呀，大家这样做啥？我啊，这是对了，父母，还干哪？哪里是呗？哇，好的不意思，去不干哪？哪里给呀？去哪里给啦？还干哪？没伢给呀？去不干哪？把你呀？啊，还干哪？拿去哪里呗？去不干哪？拿去哪呀？呀，人家专门要的。阿姨谁打你？那是，大家这样做啥？那这也没做哟。青出了出去了，杨梦从家看到了。请夺补藏3只羊桂条。啊，这是的嘞。哎呀。哎呀，ya betul. Semua ya betul. Esok